伫咧后疫情时代，要来迎接到这旅游的人潮做准备。嘉义市头一个游客中心经过1年时间，伫这个月初10正式启用。那有网络资讯的功能，也结合在地产业甲社区的特产，希望会当带动在地观光消费。在地店头的商品甲社区的特产，拢放伫架仔顶面，互人加景。这是嘉义市头一间游客中心。除了履行资讯的服务，一寡社区嘛透过这个游客中心推广因的土产。外地人来，咱嘉义人无地走嘛，有要紧，会当甲带来遮，互伊看一寡咱嘉义的观光介绍，迅速甲介绍，互外地人知影咱嘉义有啥物所在通好佚佗。我感觉这个卡弄起起来，对咱嘉义人帮助也真大。能够在这个园区推广在地的产业，也让更多的一些在地的产业能够在嘉义市能够推广到全国。这间58平游客中心边仔有棒球场、家己公园，嘛是高铁公车坐车落车的所在。负责推动大阿里山甲235区域观光圈的阿管处表示，游客中心甲嘉义县市观光资源串联做伙，对区域观光的发展有正大的帮助。透过这个游客中心，它可以等于说是阿里山的入口。它来游客中心截取相关的资讯之后，透过再由市区往上到阿里山，到我们其他的观光圈的话，我相信会有一个前导的作用啦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虽然受到疫情影响，但是伫国内旅游补助，阁有一寡大型活动举办之下，去年嘉义市旅馆销售成绩成长50%以上。未来望游客中心的启用，会当互地方的观光更加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